大家午安，午安，看大声哦，午安，给我们一点精神的支柱，好不好？虽然这个户外演唱哦没有什么好的影响，但是我们会尽力而唱，希望带给各位更多的欢乐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准备了6首歌，这6首歌，希望能够带给现场一点好，欢乐的气息。那第一首就是我们大人山信仰院成立到现在已经13届了。这13届来，我们感念创办人小云导师给我们的那么好的场地，来给我们来到这边企业界的人来这边，所以我们第一首为了感念他，所以我们唱一首回忆。这首回忆就是感念我们的创办人小云导师，谢谢。